哦，你看这个电池糊死成这个样子啊！你看，可能是在外面让人家制造，然后再包上自己品牌的外表包装呢。可能是这样，没有确定。然后这个碳棒中间那一根碳棒哦。有的还加上那个电池、电线正极还是负极的，正极还是负极，然后可以用来变那个电焊的工具耶。注意强光，小心强光，不要伤到眼睛。竟然那个碳棒有这种功用，绑上电线正极还是负极啊？另外一极碰那个金属啊，或者是洗跳焊接用的洗跳，竟然高温高热呢，竟然可以焊接啊！家里的小工具焊接用那个电子零件焊接的焊枪就可以了啦。焊枪啊，洗油啊，焊洗丝啊。